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，耶利米书第22章第18节到30节，路加福音第18章第15节到第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赐福小孩。以色列人他们不再蒙恩，并不是因为上帝不再理会他们。虽然他们经常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不要向我们掩你的面。”这样说好像是上帝弃绝了他们。但事实上，以色列人离开了上帝，违背了上帝的真道，也因为他们不再单纯，他们不再尽心尽力的爱上帝了。耶利米书第22章20节到23节，圣经这样说道：耶路撒冷的居民上黎巴嫩山上呼喊吧，到巴山痛哭吧，从摩押山顶喊叫吧，因为你们的盟友都被击败了。你们繁荣时，上主警告过你们，你们却说我们不听。你们从小就不听话，从来没有服从过上主。你们的领袖被风卷走，你们的盟友要被捕，你们都要蒙羞受辱，因为你们作恶多端。你们住在用黎巴嫩香柏木造的宫殿，你们自以为安全，但是当大难临头的时候，你们多么可怜啊！你们要向产妇阵痛呻吟。以色列人到后来从小时候就已经不听上帝的话语，也从来没有顺服过上帝，因为他们不再以单纯的信心来跟随上帝的。为什么旧约的先知耶利米的记载与耶稣基督的教导有一点不一样呢？耶稣基督说要学习如同小孩一样，而今天的经文耶利米书22章18节到30节却出现了几次儿子们不再单纯尽心的跟随上帝。事实上，这两者并没有任何的违背因为约西亚的儿子犹大王约雅敬，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斤，在南北国的时代，这些诸王的孩子似乎一代不如一代，他们没有好好的教育环境，因此他们就变本加厉，一代比一代还要糟糕，他们就失去了单纯的信心。耶利米先知这样说道：大地啊，大地啊，大地啊，要听上主的话。他说，这人注定要丧失儿女，成为一事无成的人。他没有后代好继承大卫的王位，
也没有一人可统治犹大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失去了单纯的信，就不能再能够领受上帝应许与救恩，除非我们回复如同孩子般的单纯。耶稣基督这样说道：有人带着他们的婴儿来见耶稣，要让耶稣为他们按手。门徒看见了，就责备他们。可是耶稣叫孩子们到他的跟前来说：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的。你们要记住，凡不像小孩子的一样接受上帝主权的人，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。耶稣基督为小孩子们献上祝福，因为他说，基督徒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接受上帝主权，这样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也只有单纯的相信，人才能够领受天国的赐福与救恩。教会要成为孩童们的祝福，我们要在儿童的事工上面来尽心尽力的服侍，更需要在关心儿童的事情上面热心的服侍，因为儿童的单纯是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，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，所提醒我们的。基督徒还有教会所不能免除的事工，其实就是儿童事工。一旦我们透过对儿童的关心，带给儿童们属天的祝福，上帝的救恩也就必要临到他们，这同时也要临到我们。当儿童能够进入教会的时候，他们的家长就有得救蒙福的机会。这也是为什么儿童事工是教会所有事工当中最不能够被免除、不能或缺的原因之一啊！谢谢上帝透过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如同小孩一样，才能够蒙福。让我们能够学习单纯的相信，诚心的盼望，帮助我们自己蒙恩得救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